世界上最恐怖嘅10大女性陪葬制度，一個人死咗，竟然要幾百個女人陪葬。第一名嚇到考古學家晚晚都瞓唔着。你以為陪葬只係古書中冷冰冰嘅文字咩？錯，真正恐怖嘅其實唔係傳說，而係嗰啲將女人陪葬變成習俗嘅現實制度。由石器時代活活凍死，到王朝祭祀將佢哋擺成手嘅姿態，再到近代有人被逼行上燃燒嘅柴堆，有人話嗰樣係榮耀，亦有人話嗰樣係信仰，但更多人都知道嗰其實係披住文明外衣嘅暴行。今日就跟住阿姐一齊揭開世界上最恐怖嘅10大女性殉葬制度，一定會嚇你一大跳。喺羅馬征服前夕嘅部落社會入面，高盧貴族嘅火葬儀式經常伴隨殘酷嘅活人獻祭，尤其係被視為王者生前親近嘅奴隸同侍從，包括女性成員，佢哋會被強行掟入熊熊燃燒嘅柴堆，以此象指對死者靈魂嘅永恆陪伴，並鞏固佢喺來世嘅權威地位。呢種習俗其實源於高盧人對死亡世界嘅信仰，佢哋相信火嘅淨化力量能將獻祭者嘅生命精華轉移俾貴族，確保後者喺冥界享有崇高榮耀，而獻祭者被視為卑微嘅附屬品，佢哋慘死只不過係儀式嘅一部分。羅馬統帥尤利烏斯凱撒喺親身征伐高盧嘅過程入邊，親眼睇見並記錄低呢啲野蠻風俗，佢將其描述為高盧文明中罕見嘅奢美與殘忍交織嘅葬禮形式。凱撒寫道：高盧人嘅葬禮宏大而且昂貴，佢哋將一切投入火焰入邊，甚至係活住嘅生物，嗰啲佢哋相信生前同死者親近嘅人。呢個描述並唔係孤立。凱撒嘅觀察基於佢同高盧部落嘅長期軍事接觸，透過審訊俘虜同部落首領嘅共同說法，拼湊出呢啲儀式嘅全貌。貴族死後，親族會迅速搭建巨大嘅柴堆，堆放上等木材同香料。王者嘅遺體放喺正中央，四周圍住生前侍奉嘅物品同牲畜，而年輕貌美嘅女性侍女或家僕就會被綁喺柴堆邊緣，雙手反綁防止逃走。點火之後，烈焰迅速吞噬一切，空氣中彌漫住焦灼皮肉味同絕望哀嚎。呢啲女性喺火焰入邊掙扎，直到化成灰燼。成個過程會持續幾個鐘，直到柴堆倒冧。隨住羅馬帝國擴張，呢種野蠻儀式喺公元前50年代之後迅速瓦解。凱撒嘅征服唔單止摧毀高盧獨立，仲以法律禁止人祭，將其貶為蠻夷陋習，取而代之係羅馬式骨灰葬同紀念祭祀。去到奧古斯都時代，高盧精英已全面羅馬化，火葬活人成為遙遠嘅傳說，只留喺史書中作為警示。斯拉夫民族嘅異教時代，葬禮儀式往往融合世俗忠誠與靈魂永存嘅信念。其中一種最陰森嘅習俗就係隨葬犧牲，即係貴族或首領下葬嗰陣，強迫奴隸或者家屬一齊殉命，陪伴亡者喺冥界繼續侍奉。呢種制度喺早期斯拉夫部族尤為盛行，女性作為家屬或妾室，往往首當其衝，成為活祭嘅對象。最早嘅考古證據嚟自6世紀東歐墓葬，例如波美拉尼亞地區嗰度出土嘅土葬中，有唔少女性骸骨同主人合葬一穴，姿勢僵硬，頸部有勒痕，顯示生前被勒死或者毒殺。呢項發現詳載於2025年波蘭國家研究機構嘅報告《斯拉夫儀式與基督教早期中世紀波美拉尼亞嘅埋葬實踐》，強調呢啲女性多數係戰俘或者家奴，地位低下，無力反抗。斯拉夫人相信死者喺來世要保有生前榮華，所以葬禮規模宏大，富豪甚至會修建大型陵墓，並將墓主人下葬。墓主人嘅家人同祭司就會俾隨葬女性飲下致幻麻醉藥物，之後將佢哋刺死隨葬。呢啲女性被斯拉夫人視為柔順之靈，能撫慰亡者嘅孤獨。史料記載，9世紀嘅基輔羅斯一位部落首領病死，3名妾室被命令服毒隨葬，佢哋喺墓前哭喊求寬恕，卻仍俾侍衛推落深坑活埋。喺更早嘅克羅地亞亦發生過類似殉葬。當考古學家挖開一個沿海墓葬後，發現一位貴族靜靜躺喺墓中，2具女性骸骨存喺腳邊，顱骨碎裂，疑似俾鈍器擊殺。考古學家分析，佢哋年約20歲，身材矮小，營養不良，確為奴婢身份。墓中仲有陶器同牲畜，象指冥界宴飲，
總括而言，古典斯拉夫時期同其他文明一樣，亦經歷咗非常黑暗嘅人殉時代。直到公元980年代，弗拉基米爾大帝將羅斯基督教化後，類似行為先被徹底禁止。喺古埃及第一王朝時期，法老死亡被視為一場宇宙級大事，需要大量僕從喺來世繼續服侍。呢件事導致臭名昭著嘅僕從殉葬制度。山田當中包括大量女性被集體處決同埋埋葬，以確保法老嘅靈魂喺冥界得到照顧。呢種儀式最早見於法老荷爾阿哈嘅墓葬，但最血腥嘅記錄就嚟自佢繼任者嘅陵墓。喺埃及阿比多斯遺址嘅發掘當中，考古學家發現圍繞主墓有338個附屬墓穴，當中至少200具遺骸被確認係女性。呢啲女性大多係年輕成年人，身體完整咁擺放喺墓入邊，暗示佢哋喺法老落葬冇幾耐後就被殺害。墓穴發掘顯示好多遺骸姿勢自然，好似喺睡夢中死去，但係頭顱上嘅創傷痕跡顯示部分受害者受到鈍器打擊或者窒息折磨，成個過程喺幾個鐘內完成，用嚟同步填埋主墓。埃及人相信來世需要完整嘅隨從，所以屍體都被精心擺放，仲會連同珠寶同樂器一齊落葬，仿佛佢哋將會永世勞作。呢種大規模集體屠殺嘅動機源自埃及人對永恆生命嘅痴迷。佢哋認為法老嘅權力會延伸到死後，女性被當成財產，視為可以犧牲嘅副產品。折耳嘅墓葬規模非常之大，甚至超過同期其他法老。成個儀式涉及數百人參與執行。呢個習俗喺第一王朝末期迅速衰落，到第二王朝時已經被象徵性木俑取代。可能係因為社會開始反思呢種野蠻行為，又或者係勞動力短缺嘅實際考慮。但無論埃及人係因為咩原因廢除呢啲儀式，總體結果都算相當之好，始終唔使再要活人為死人去死，實在係一種莫大嘅進步。中國喺漢朝以前曾經廣泛存在殉葬制度，而且由於歷史記錄比較完整，葬禮好多細節都保存咗落嚟，亦令大量詳實嘅一手資料到今日依然可以流傳於世。中國古代最著名一次女性殉葬儀式發生喺周朝，相傳昏庸無道嘅周幽王死後，將自己百幾名妃嬪同宮女一齊殺死殉葬。到咗西漢時期，漢朝廣川王同自己啲地痞流民伙伴盜墓嗰陣，就發現一座疑似周幽王嘅墓葬。當時廣川王挖開嘅墓入邊發現，除咗有一具男子屍體之外，仲有百幾具女子屍體。根據上古傳說同地理位置推斷，呢個就係周幽王同為佢殉葬嘅妃子。雖然傳聞好多細節已經難以考證，但係周幽王用大量宮女殉葬嘅講法，的確仍然係學術界比較流行嘅說法。周朝實行多年慘無人道嘅人殉之後，天下諸侯逐漸意識到人殉葬並唔文明。去到漢朝，呢種制度已經喺中國消失。到咗明朝，呢個制度又短暫咁死灰復燃。明太祖朱元璋喺自己晚年經歷喪妻喪子之後，精神已經極度唔穩定，所以臨死之前就落令要冇生育子女嘅妃嬪同宮女為自己殉葬。當時朱元璋認為清除可能知道宮廷秘密，或者日後可能形成外戚勢力嘅妃嬪，可以從根源防止後宮干政，確保皇孫朱允炆統治穩定。集體自縑係明朝妃嬪殉葬主要方式之一。具體過程大致係先被帶到殿外食飯，跟住進入殿內，殿入面會預先擺好幾張小木床，房梁上掛住相應嘅繩套。殉葬者被命令企上木床，將個頭伸入繩套，然後旁邊嘅太監會迅速抽走木床。成個過程非常慘烈。至於為朱元璋殉葬嘅具體人數，據明末清初史學家毛麒麟記載，太祖以46妃葬陵，其中所外宮人10數人。呢一筆計埋妃嬪同宮人，總人數可能喺46人至60人之間。呢啲不幸嘅女性被稱為朝天女，佢哋家屬就被稱為朝天女戶。朝廷會對呢啲家庭作出一定撫恤同封賞，例如授予百戶等官職作為補償。而明朝所謂嘅殉葬制度，去到明英宗時期就再次被廢除。之後，無論係針對女人定係男人，各種人殉制度都喺中國消失，成為徹底嘅歷史名詞。喺日本嘅殉死當中，最普遍係武將同武士世家存在嘅追福制度。呢個制度指女性為咗追隨死去嘅丈夫而自殺，
殉死係最典型嘅形式。喺二戰末期，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後，有一啲女性因為丈夫戰死同國家戰敗，選擇結束自己生命。呢種追復嘅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古典時期。當時武士家族嘅女性作為武士嘅妻子或者女兒，由細就被灌輸忠君節義等觀念。而古典日本社會對佢哋嘅理想化期待係潔身如玉、剛毅精忠。喺出嫁嗰陣，娘家通常會陪嫁一把被稱為懷劍或者匕首嘅短刀。喺榮譽受損或者特定情況之下，佢哋需要用佢嚟維護尊嚴。一般嚟講，當家族因為戰敗或者政治鬥爭面臨覆滅、榮譽掃地嗰陣，家族入面嘅女性就會用呢種方式選擇自殺，避免被夫受辱，並為家族保留最後尊嚴。喺1638年島原起義當中，就有女性屍體出現喺陷落嘅城堡入邊。當然，呢種戰敗之後自殺嘅行為，與其話係殉葬，不如話係保存尊嚴嘅體面死法。而比起日本喺公元1000年之後呢啲比較體面嘅殉葬方式，更加古老嘅日本殉葬就要野蠻得多。日本史上有記載，卑彌呼女王死後，佢嘅部下為佢修建極盡奢華嘅陵墓。史書記載，卑彌呼死後大作塚，四周長百餘步，殉葬奴婢100人，直到日本孝德天皇大化改新時期，廣泛嘅人殉先至被廢除。但實際上，各種針對武士貴族女性家眷嘅殉葬制度，一直到近代美國打入日本本土之前，都廣泛存在。喺北美東南部密西西比河下游嘅肥沃平原上，納切茲印第安部落曾經建立起一個嚴格嘅貴族社會。佢哋以土丘建築聞名，崇拜太陽神，並視酋長為神聖血脈嘅化身。呢個部落嘅文化高峰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200年左右，直到18世紀法國殖民者到嚟，先至開始瓦解。同其他蠻荒時代嘅文明一樣，呢度亦發展出血腥嘅隨葬制度。呢度嘅貴族男性死後，佢嘅妻子同奴隸往往自願或者被迫跟隨，確保死者喺來世得到侍奉。1725年，Natchez 部落嘅戰爭酋長 Tatu Serpent 去世，佢嘅葬禮過程俾法國殖民者同歷史學家生動描繪，並記錄咗佢點樣令大量女眷為自己殉葬。Tatu Serpent 原名 Obalakapicha， 係太陽酋長嘅細佬，負責部落嘅軍事同外交事務。佢同法國人關係密切，尤其同殖民者安托萬西蒙勒佩吉、杜普拉斯交好。後者後來喺1774年嘅著述入邊記錄咗成件事。1725年春，呢位戰爭酋長突然病逝，年約40幾歲。佢嘅離世引發咗部落巨大嘅悲痛，葬禮亦隨之展開，持續咗幾日。喺呢次葬禮入邊，人祭係最核心嘅環節，目的係令死者喺來世擁有完整嘅隨從隊伍，避免佢孤單或者冇人服侍。Tatu Serpent 嘅葬禮中，一批僕人同佢嘅2名妻子、1名姊妹以及護士同幾名年長夫人，全部都被要求隨殉。其中死者嘅妹妹 The Glorious 作為一名貴族女性，喺葬禮之前公開宣誓，會喺來世繼續侍奉兄長。宣誓之後，Natchez人利用當地植物嘅藥性，將殉葬嘅女性麻醉。麻醉後，佢哋嘅面被塗成紅色，像指太陽嘅血色，然後由專人用繩索或者棍棒扼死，窒息死亡。之後再經歷一連串血腥嘅原始儀式，同死者一齊埋葬。喺南美洲沿海地區，古厄瓜多爾嘅曼特洛文化曾形成一個高度發達嘅遊邦社會，以農業同航海為生，掌控住廣闊嘅太平洋沿岸貿易網絡。存續時間約喺公元650年至1532年。最近喺厄瓜多爾聖埃萊納省芒格拉爾托谷地嘅 Buen Suceso 遺址，考古學家發掘咗6座墓葬，其中編號 Burial 10嘅墓穴尤其引人注目。埋葬嘅係一名年輕孕婦，遺骸顯示出明顯嘅暴力痕跡同儀式性處理。年代約係公元771到953年，正值 Manteno 文化嘅鼎盛時期。呢項發現為理解呢一種文化面對自然災害時可能採用嘅獻祭行為提供咗重要線索。呢名孕婦年約20歲，懷胎8個月就快分娩，佢嘅頭骨前部有鈍器造成嘅致命骨折，死後不久，佢嘅雙手同左腿被切除。呢具殘缺嘅遺骸被放喺簡易土坑中，姿勢扭曲，
胎兒仍留喺腹中，墓入邊仲有一個25至35歲嘅成年人頭骨，位於佢肩膀旁，可能同為獻祭一部分。喺孕婦死後多年，仲曾經有當地人打開過呢個墓穴，並喺佢嘅胸口放置咗一份燒焦嘅祭品，亦即係話呢個墓作為祭祀場所，一直被使用咗幾百年。墓中嘅隨葬文物極具象徵性，都係來自唔同時代嘅珍貴物品。另有幾件新月形貝殼飾品，呢啲貝殼產自熱帶海域，喺古南美被視為聖物，象徵生育同海洋豐饒。呢啲文物嘅組合說明墓葬規格極高，而死亡經過精心安排，意圖用佢嘅生育力換取群體利益。呢名孕婦嘅死亡時期正逢一連串強烈厄爾尼諾事件，而呢名孕婦極有可能係被當成祭品，同其他幾名死者一齊埋葬，亦即係話呢個死相慘烈嘅孕婦，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名受害者。當地人殺死並埋葬佢，以祈求神靈緩解自然災害。喺大約公元前2600年至前2500年，烏爾第一王朝早期，國王同皇后嘅陵寢建造經常涉及大規模殉葬，尤其係年輕侍女，佢哋被人用沉重銅斧或鈍器猛擊後腦致死，然後以儀式姿勢擺喺墓穴中，常伴隨豎琴或里拉樂器，以此象徵永伴主人生死，彰顯蘇美爾精英階層嘅奢華同埋神聖權威。呢種殺戮源於兩河流域嘅冥界信仰。蘇美爾人相信貴族死後須帶隨從下葬，先可以維持來世嘅皇權同享樂，而侍女作為侍奉同娛樂嘅象徵，自然成為殉葬嘅首要對象。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倫納德伍利喺伊拉克烏爾遺址發掘皇家墓群時，發現咗呢個驚人場景。墓穴中層層疊疊嘅骸骨超過70具，多具遺體整齊排喺死亡坑，手持金銀器皿或俯身喺樂器旁，頭骨上清楚可見圓形窟窿，直徑約1英寸，伴隨放射狀裂紋，證明佢哋喺活體狀態下遭受鈍器重擊。伍利最初推測呢啲女性自願服毒，但係2009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嘅 CT 掃描分析推翻咗呢個觀點，確認創傷由青銅戰斧等利器造成，擊打後腦導致死亡，而部分遺體經加熱或化學處理，以防腐爛，方便長時間葬禮。呢種習俗嘅典型案例嚟自女王普亞比嘅墓，墳墓中有一名侍女屍身，蜷縮喺牛頭豎琴頂部，手部位置好似彈奏，周圍散落珠寶飾品同樂譜，表示佢哋生前或係宮廷樂師，以供娛樂。呢啲女性多數20歲左右，佩戴華麗嘅金花冠同寶石頸鏈。儀式前，佢哋可能參加盛宴，飲用混有藥物嘅酒水麻醉，之後被壓制喺墓前，一苦斃命。蘇美爾文本中有一啲跡象，唔單止記載呢種殉葬，仲多次提及呢類殉葬係皇室榮耀。去到烏爾第3王朝中後期，呢種大規模刺殺逐漸衰落，取而代之係動物祭品。阿卡德帝國嘅入侵進一步加快變革，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祭喺兩河流域基本絕迹，成為史前文明嘅黑暗印記。同亞洲以及地中海地區一樣，歐洲用女人殉葬嘅歷史亦相當久遠。喺歐洲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學家透過對散布喺法國、德國同西班牙等地嘅古墓遺址進行仔細發掘，發現一啲非常嚇人嘅人殉遺址。遺址入邊出土嘅屍骸被一種叫做 encaputamento 翻譯成綁腿勒殺嘅方法處死，表明呢種儀式由大約公元前5400年左右開始，喺中歐、南歐多個文化群體入面反覆出現，涉及數十名女性。佢哋嘅遺骸通常被放喺集體穴中，同其他正常死亡屍體同葬。其中，法國恩斯海姆附近嘅聖保羅墓地保存得最完整，最能顯示呢種儀式嘅殘忍。墓入面出土2位20歲左右嘅女性骸骨，佢哋雙手被反綁喺身後，雙腿被強行屈曲，再用繩索固定到頸部，形成一種好似跪姿嘅扭曲狀態。呢種姿勢令到佢哋慢慢俾自己雙腿嘅肌腱同骨骼勒死，成個過程非常痛苦。呢啲骨骼上嘅勒痕同關節錯位清楚可見，亦即係話佢哋被屈成咁嘅時候仍然生存，被故意困喺完全喐唔到嘅處境，慢慢窒息死亡。類似嘅情況喺德國霍夫平原遺址亦再次出現，嗰度一個墓穴入邊
有3具女性骸骨，同樣係腿部骨骼被繩索勒緊，頸椎有明顯受壓痕跡。死亡嗰陣，佢哋嘅年齡介乎18至25歲之間，身體健康冇病，排除咗意外或者疾病嘅可能。據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分析，呢種捆綁方法類似現代意大利黑手黨使用嘅處決手法。受害者被固定後無法求救，只能眼白白睇住死亡逼近，成個過程可能持續幾個鐘，充滿絕望嘅掙扎。喺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類似例子亦非常常見。嗰度一個新石器時代墓葬入邊，一名女性嘅遺骨顯示，佢唔單止被用呢種方式綁住慢慢死去，甚至被埋入泥土嗰陣仲未死。綜合嚟睇，呢種恐怖嘅女性殉葬祭祀儀式，並唔係某啲地方獨有，而係由東歐延伸到西歐，涉及至少20宗案例，跨越由線性陶器文化到漏斗杯文化等多個考古時期。至於歐洲人點解要咁做，學者眾說紛紜，各地情況亦有唔同。但無論結論係點，呢種殉葬都實在太恐怖。印度嘅殉葬儀式薩提，可能係而家保存得最原始嘅文化糟粕。呢個儀式要求女性喺丈夫死後即刻喺佢嘅火葬堆上自焚，證明佢嘅忠誠同貞潔。雖然名義上話呢種儀式都係寡婦自願，但喺印度呢個地方，你唔自願就會有人企出嚟幫你。自願薩提最早出現喺古印度吠陀文獻當中，早已有寡婦追隨丈夫入火嘅記載。例如離區吠陀入面嘅頌歌暗示死亡係夫妻共同嘅歸宿。但係薩提作為系統性習俗興起喺中世紀，尤其喺拉傑普特皇宮階層之中盛行。喺嗰度，一位皇后嘅自焚唔單止被歌頌成英雄行為，仲可以為家族帶嚟榮譽同土地繼承權。最早嘅銘文證據嚟自公元510年左右嘅埃羅拉石窟，嗰度刻住描述一位寡婦喺丈夫陣亡之後跳入火堆嘅詩句，稱佢為永恆嘅伴侶。到咗莫卧兒帝國時期，薩提喺孟加拉同拉賈斯坦地區擴散開嚟。據葡萄牙旅行家記錄，16世紀嘅孟加拉每年有數百宗呢類事件，寡婦往往被灌醉或綁喺柴堆，以確保儀式順利進行。成個過程由準備到燃燒，持續幾個鐘，空氣入邊瀰漫住焚香同焦肉混合嘅氣味，圍觀者高呼讚美說話，而受害者喺烈焰入邊發出最後嘅哀嚎。呢種強制性喺農村社區尤其普遍，寡婦被視為不潔之物，如果唔殉葬，就會面臨社會排斥、財產被剝奪，甚至暴力威脅。著名案例包括1818年嘅拉賈斯坦事件，一位叫做羅普坎亞爾嘅皇后喺丈夫病逝之後被逼行上火堆，佢焦黑嘅遺體殘骸後來被當地嘅寺廟供奉成聖物，吸引信徒膜拜。歷史學家透過發掘焚燒遺址，發現好多骨灰入邊混雜住多具女性遺骸，表明有時唔止一人同時獻祭。尤其喺皇室葬禮入邊，妃嬪集體自焚嘅情況屢見不鮮。19世紀初，印度嘅改革家喺學習西方新思想之後，逐漸開始質疑呢個習俗。著名改革家拉姆摩漢羅伊透過走訪幸存者同埋目擊者，收集咗上千宗案例嘅證詞，揭示薩提多數係脅迫而非自願。好多寡婦喺儀式之前被落藥或者威脅。最後喺1829年，英國總督威廉本廷克頒布禁令，禁止薩提，並設立巡查機制，違者將面臨監禁。此後，薩提雖然名義上被禁止，但喺印度北部仍然偶有發生。直到今日，仲有一啲非常偏遠嘅印度鄉下，偶爾搞下呢種儀式。不過總括嚟講，薩提而家已經相當式微，只係要徹底消滅呢種習俗，仲有唔少路要行。多謝各位收睇今期奇聞日事，歡迎大家留低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唔該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個頻道。我係阿姐，同我一齊踏入呢個充滿未知嘅神秘領域。